鏡頭轉來到國內，高雄有一台公車昨暗經過民族一路到中愛路口的時，這公車兩邊的玻璃煞熊熊破去，碎糊糊，加載無人受傷。警方佇咧現場是無看到槍支，不過有發現一粒8公分大的石頭，初判可能是這石頭去擊到玻璃，會閣調監視器來釐清原因。公車站停佇大路上，邊的玻璃破一個大孔，大面積碎裂。高雄一台公車駛到尾仔仔經過民族一路，但要倒越中愛路的時，駕駛甲乘客突然聽到玻璃碎裂的聲音。原本就是風追浪，卻發現兩邊車窗玻璃風貫穿拍破。第一的直覺是說有人追尾，乘客跑過來跟我們說有玻璃碎掉，乘客都比較在前方，所以車上的乘客沒有人受傷。整個事發之後就自行下車離去了。連後面的車輛都來不及接駁，他們就先離開了。一塊玻璃大概2萬多塊吧。公車行駛之間，互不明物體擊到，也貫穿兩邊玻璃，互駕駛甲乘客攏心驚嚇。警方接報告場了後，無發現大頭頂可疑物品，也毋過發現一粒大約8公分大的石頭。警方到場僅發現石頭，沒有其他可疑物品。經鑑識初步發現這是石頭擊破玻璃。目前詳細原因正在調查釐清中。初7早起登到現場，民族一路到中愛路口是上座混合區，車來車去，民眾煩惱事故那是人為造成，恐驚引起當地居民的驚嚇。這個應該要懲罰。公車上面載了很多人嘛，這可能會造成危險啊。哎呀，如果有人受傷的話，這應該要負相關的那個刑責啊，或者民事的責任。造成這邊居民的恐慌啊，因為他從樓上丟東西，第一不好抓，然後又很危險。民眾好佳在事故無造成乘客受傷，若無後果唔敢想。警方也調過4塊錢的監視器，等待相關職證的監視調查，為賠償監視人為造成，繼續偵辦中。記者綜合報道。